再来看早起，伫立法院有立委是质疑讲，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明年启用，到时阵机场的卡手恐惊会无够，影响到服务品质。另外，华航公布新的制服，外界受媒体的批评，有立委嘛要求讲应该会检讨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带官员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会安专题报告。无想到讲官员敢若是业务报告就开50分钟，互在野党立委真不满。有史以来委员会做报告，没有人这么久的，已经用掉我们50分钟。因为立法院正伫咧审查交通部相关预算，有立委讲，同机场顶个月团讲有民众八吉里第2航厦维修通道无顺利搬来死亡的事件，即期机场的人力无够，才互民众总入去，也担心明年将要完工启用的第3航厦北廊厅，恐惊也无够人，影响旅客服务品质。再显示一种，第一就是所有人员怠慢，2人力不足所造成。115年它就整体要正式来营运，所以人力的部分其实目前都在规划当中。另外，华航伫最近公布女性空服员扩总的制服，互外界批评色彩甲设计无好看，有损国家的形象，互立委要求爱进行检讨。新的制服裤装以图搜图搜出来的，大概卡通的话会像鲁夫。不好意思，我是说真的，这个以图搜图不是我自己讲。那再不然就是一些赌场的荷官，我们准备要换，下一次要换的时候呢，我们依次再来做一个修正吧。华航董事长谢世谦讲，这是营运监察局人权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设计出来扩装，提供合作环境。也那交通部长陈世凯是强调，以后华航的服装会做整体改变，也会找专业的设计师来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